新手如何拿芦笙吹多谢主人家这首回家曲呢？我们先来看一下盲筒芦笙与世界水芦笙教材书。首先，我们先来认识一下盲筒芦笙和世界水芦笙的音位图。然后，我们要记住这6个音所对应的位置。如果我们记不住，我们可以把音写在芦笙所对应的音身上。然后，我们翻开一下第25页。现在，我们来学习一下这首盲筒调回家曲，多谢主人家。拉咪哆瑞拉嗦来咪嗦来，吹2遍。哆瑞拉哆拉嗦来咪嗦来，也是吹2遍。哆瑞拉哆嗦嗦来咪嗦来，也是吹2遍。拉嗦拉哆嗦嗦来咪嗦来，也是吹2遍。嗦来咪嗦咪嗦来嗦来咪嗦来，这个地方吹3遍，然后再反复1次就结束。现在我用芦笙示范1遍。